大家好啊！今日淡淡地、清清地煲返個清補涼素湯。大家好，今日煲個清補涼素湯，唔識入廚嘅你都可以日日有湯飲。材料喺晒呢度啦，清補涼1包，現成買返嚟就得噶啦。桂圓肉少許，1個雪梨。你哋好嗎？我係 Lina， 祝你哋有個愉快嘅一日。將清補涼包打開佢，將所有材料洗乾淨，浸泡一陣。其實煲清補涼湯好簡單，呢啲材料你可以自己配。但你現成買1包返嚟，佢又少，有啲材料都唔係好靚，覺得好似頭頭尾尾。但為咗方便，買啲返嚟存貨無妨。呢啲材料好平，如果有時間嘅買返嚟自己配，包定1包包都無妨㗎。薏米有清熱祛濕、健脾益氣、利尿消腫、治腹脹。呢包有蓮子、慈實、百合。蓮子有養心安神、益腎固精、消除疲勞。百合有補中益氣、潤肺止咳、清心安神、健脾和胃、清熱解毒。慈實又有益腎固精、祛濕作用。將呢啲嘢洗乾淨，大概浸1個鐘，浸耐少少無妨㗎，都可以㗎。華山有健脾益胃、益腎益精、益肺止咳。呢粒係桂圓肉，喺清補涼包度已經有啦，但我覺得好少，所以自己加啲，令啖湯甜啲。將華山同埋玉竹洗乾淨，浸一陣，大概浸5至10分鐘。玉竹有延緩衰老，對心血管系統有作用，可以降血脂、降血糖。桂圓肉洗乾淨，浸泡5分鐘，唔好浸太耐啊，浸太耐淡晒。桂圓肉有補中益氣、補血安神。雪梨味甘、精酸、性涼、清熱降火、潤肺生津、止咳化痰。雪梨洗乾淨可以連皮煲，但我呢個雪梨好花，浸皮好花，我覺得唔靚，乾脆批咗佢啦。呢啲嘢冇所謂，按照你個人喜歡啦。整乾淨，開4去心。準備晒好啦，返嚟呢啲，睇下呢啲點，擎乾水分備用。
首先用大火煲滾，然之後轉中火，大概煲1個半至2個鐘，煲至啲蓮子腍。煲咗半個鐘後，加埋啲桂圓肉，煲至熄火。好啦，你哋睇睇下，時間都過得好快。啖湯煲好啦，清補涼素湯。材料有薏米、圓肉、華山、雪梨、慈實、玉竹、蓮子、百合。呢啲渣我全部食晒㗎，唔知你哋鍾唔鍾意啦？好啦，呢個視頻到呢度為止，好多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嘅你，啱嘅你，請多多支持，畀個 like，唔好忘記訂閱頻道啊，幫忙分享出去啊！好啦，再見，拜拜，下邊見，拜拜。